我哋成日都聽到話，堅持就會成功，唔好放棄就得㗎啦。但係你諗下，有冇一啲你曾經堅持過，但係最後發現根本唔值得呢？譬如我有個朋友讀咗5年工程，但係其實第1年已經唔開心，唔適合。佢話我都讀到咁上下啦，唔可以中途放棄啦。結果終於捱到畢業，但係期間一直都唔開心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本書，叫做《停損嘅勝算》。喺呢本書入邊，作者 Annie Duke 話俾你聽，識得放棄可能反而先係真正嘅贏家。Annie 用佢打撲克嘅經驗話俾我哋聽，明智嘅退出係建立喺判斷力之上，而唔係喺失敗感之中。第一個重點嘅概念叫做沉沒成本 （sunk cost），即係你已經付出咗嘅時間、金錢同埋努力。人好容易因為都投資咗咁多落去啦，而唔願意退出。但係 Annie 話你知，沉沒成本唔應該影響你嘅下一步選擇。就好似你整咗啲好難食嘅嘢出嚟，已經難食到不得了啦，但係你都繼續食，只係因為唔好嘥。但係其實你係喺度繼續傷害緊自己。第二個重點係唔好等到自己情緒崩潰先嚟做決定。佢建議我哋應該預先設定退出點，好似登山家出發前會定好，如果3點之前登唔到頂，就要返轉頭。呢種諗法好緊要，因為到時你會話都嚟到咁上下啦，不如再試多次啦，就會超出極限，甚至出事。撲克高手會觀察局勢，一見到唔妥就會棄牌，留返籌碼打下一鋪。人生都係咁樣啊，適時放棄一份工、一段關係、一個錯誤嘅方向。呢個唔係放棄夢想，而係俾自己機會去追更加值得嘅嘢。Annie 用咗好多例子，包括創業者點樣知道自己幾時要止蝕，運動員點樣喺傷患之下放低比賽，保住未來。你可以問自己3個問題，幫你判定係咪應該退出。一，如果而家唔係你開始嘅時候，你會唔會再選擇做呢件事呢？二，你係堅持緊定係拖延緊退出？3，你有冇一個清晰嘅退出計劃？呢啲答案可以幫你理清方向。睇完本書之後，我學識咗一件好重要嘅事：堅持唔係永遠都好㗎，識得轉身，有時先至係最勇敢嘅選擇。放棄唔係輸，而係你為咗將來贏得更加大所做出嘅智慧選擇。唔好俾沉沒成本、社會壓力、面子牽住你。你可以行返轉頭，再揾一條更加啱你嘅路㗎。如果你覺得而家人生有啲嘢卡住，唔知應唔應該放手，不如試下睇下呢本《停損嘅勝算》啦。我哋下次見。